阿朗的超級秘密。喺一個好靚嘅賽車場入面，住咗一架好型嘅超級跑車，佢個名叫阿朗。阿朗全身閃令令，佢最鍾意就係喺跑道上面飛馳。大家快啲嚟睇下，佢準備好要出發啦。點解阿朗可以跑得咁快呢？原來佢心入面有一個好勁、好大嘅引擎。阿朗知道呢個大引擎就係愛天賦，只要引擎轟轟聲咁響，佢就有無窮無盡嘅動力。除咗引擎，阿朗仲有4個好圓、好有彈性嘅車胎。阿朗話俾我哋聽，呢啲車胎就係愛身邊嘅人。有咗呢啲靚車胎，佢先可以穩陣咁行每一段路。比賽開始啦！阿朗好興奮咁踩大油門，大引擎開始轉動，佢想一啖氣衝出去，成為賽道上面最快嘅小跑車。點知阿朗跑咗冇幾遠就慢咗落嚟，佢覺得好辛苦，點出力都跑唔快，仲見到車胎後面呼呼聲咁冒出黑煙。阿朗好擔心，咦？點解會咁嘅？呢個時候，修車師傅長叔行過嚟，檢查下阿朗嘅車。長叔指住阿朗車入面一個拉緊咗嘅手掣，好溫柔咁話：阿朗，你睇下，你仲拉緊個手掣喎。長叔解釋話：呢個手掣就係嬲人同唔原諒人。如果你心入面仲嬲緊人，就好似拉住手掣開車咁，會磨到車胎好痛，引擎再勁都跑唔喐㗎。阿朗聽完之後，決定放低心入面嘅唔開心。佢對天父講：我唔再嬲人啦，我原諒大家。咔嚓一聲，阿朗用力將個手掣放低，佢即刻覺得成架車鬆晒。依家大引擎呼呼聲咁轉，帶動埋4個愛心車胎。阿朗再次衝出去，今次佢跑得比以前任何時候都快，好似一陣風咁喺賽道上面飛過。阿朗終於明白啦，只要愛天賦，愛身邊嘅人，仲要記得隨時放低唔原諒嘅手掣，我哋每個人嘅生命賽車都可以跑得又順、又快、又開心。